哇，这巧克力丸呢哈。那红丝妮老师刚制作，哇，巧克力丸，有巧克力加热啊，奶油加热，调一调，调一调，然后可以捏，捏成一小碗一小碗，嘿嘿嘿。啊，云梨啊，啊，它那个是有经过冰箱冷冻的哈。哦，好棒好棒，呵呵呵。纸钱呢，红纸钱，哈哈，好棒好棒。这个已经吃过午饭了，课没有在上课了哈，继续把工作做完而已了哈。啊，这规完了要安怎？你讲爱个冷冻，爱个冷冻。迄唔是冷冻了，哪里做哦？唔是啊，是做了要冷冻哦。爱个冷冻，我过来冷冻来冰。啊，名称叫什么？这个巧克力啊。巧克力丸。呵呵呵。浓情巧克力。啊，姜老师好。哎呦，紫云，哇，做的好漂亮啊！啊，这颜色怎么会这么浓啊？这是没有加牛奶的。哦，原来。黑巧克力。哦，黑巧克力啊，这加牛奶又变这样了。加可可粉。哦，加可可粉变这个颜色，哦，好棒好棒。就是要在冷气房，就是不是有一间叫18°C 的巧克力？啊，对，在南头那边。他们说就是这个巧克力最适合温度就是今天比较热，今天20几个吧，应该有。所以到最后变成做巧克力酱。好棒好棒哦！你买个给啊？你也看人安尼处理就食。人个学煮食很好，有这证照班的呢。所以我看证照班。迄个外口咧卖，我嘛无想要食。知吼，咱做咧洗手的啊，外口唔知迄摸啥哦，无咧甲伊洗手的，我爱讲。较上较好，较上较好，较上较好食，迄腹肚要食落。